你係咪想你個小朋友心算快啲，但係又唔知邊度入手呢？今日咧，我會舉一件事情咧，呢一樣嘢就會分辨到咧一個掌握得快嘅學生，從掌握得慢嘅學生嘅分別啦。有興趣記得收睇落去，記得 subscribe 我 Miss Chan Channel 啊！呢樣嘢係咩呢？就係1至20嘅心算。咁今日咧，我就會講，首先你要掌握到乜嘢情況啦，掌握得唔好啲學生會有啲咩情況啦，同埋咧，其實如果你掌握得好，其實你嘅結果有啲乜嘢嘅。嗱，首先咧，大家如果想 cut 線嘅話，就扯慢住啦。即係如果你覺得1至20，我小朋友都識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跟住如是者數到20啦。咁當然唔單止咁簡單啦。首先第一樣嘢，你就要係，譬如我而家即刻問佢7後邊係乜嘢，11後邊係乜嘢，13後邊係乜嘢，19後邊係乜嘢，要即刻答到我。呢樣嘢之外咧，仲要係之前嗰個咧，11前面嗰個係乜嘢，19前面係乜嘢。咁點解咧？其實心算咧，除咗一個影像之外咧，其實某程度上都係一個數字嘅關係嚟嘅。譬如啲好嘅學生同唔好嘅學生嘅分別咧，就係佢對呢個關係熟唔熟嘅啫。咁我曾經唔熟嘅學生咧，尤其是個倒序咧，9876432一咧，佢次次都9之前係咩？19885之前係咩？1987654呢一樣嘢咧，就會阻礙到佢嘅心算㗎啦。如果一個好嘅學生嘅話，即係比較紮實嘅學生，可以去到咩情況呢？如果佢1至20個 sequence 熟嘅話咧，其實1個月之內咧係執到12類嘅加數。譬如4加5即刻答到我係9啦，6加2係8啦，如此類推。同埋，如果你個小朋友你同我講啦，其實佢已經好熟過呢樣嘢，咁會點呢？我就會帶佢睇一睇啦，跟住就會開始識12類減數，跟住過10嗰個加數，過10減數嘅。大家唔好成日覺得好擔心，就係我咧由1加1開始，小朋友我要做嘅嘢好多，你嘅時間都好寶貴，咁所以咧其實我都係會喺佢唔識嘅部分咧開始過。如果佢12類加減已經朗朗上口嘅話咧，其實我一開波就我望一望咧就會去過10噶啦。當然咧，咁就會加埋啲思考嘅問題。其實咧，因為思考問題其實係一個必要嘅，令到佢小朋友諗多少少，唔係諗嘢唔係直不甩㗎。大家如果有興趣我課堂嘅話咧，都可以咧喺樓下嘅電話咧去 WhatsApp 我㗎。我哋下次見啦〜